三极端。行了，恁内面敢聊沙多言变是狐狸呢？闹啊！内面多那4、5个侏儒哦，一人困一下尔，伊面那面前哦，伫个超看那逆数无，超看有沙多面根本都无动无静咧。天高龙梁飞地中武，这个人非常的搞怪，不妙啦！恐惊我所雕刻起的木枪也会被夺走，我回转草帽观看详细请。声东击西，有影咧？迄天高龙的这个哭声呢，一直无咧，敢若好几声尔。应该伊若是用这个魔音散魂啊，咧甲咱攻击，哇，咱哪真凄惨啦！啊，结局拍算是壁雕伫遮，伊毋敢我来款。那回想你讲安尼嘛是有理啊，因为壁雕这个人啊，算名满天下。天高龙对要向壁雕挑战，也着阁真可怜的。我所雕刻的木枪犹原被他夺走，那安尼沙多人的病有医咯？这个变色狐狸不会死咯？枉费多心可见，逆数找无，各还被夺，真是气死我！壁雕啊，甲恁来较冷静咧吼，慢慢来吧，无需要心急啊。有得嘞，恁这人真好大胆呢！入来我这个戏班的内面啊，伊安尼乱敲乱喷啊，将我内面的保镖甲掠倒去。啊，就安尼啦，迄保镖都无意思你咧啊，人是来这伫咧观光，也毋是啥物代志好，兼到出来，啊去互阮这个博士哦，当然用点血，甲点到血度，啊人啊白咧手啊头呀，无啥要紧。可，你敢藐视我？我内面有一个管理啊。你有啥物代志对我通过，我一定甲你帮助啊！你无对我通过，私自入来内面，甲我乌白抄，这个就是欺你太过，我无帮你刷。慢啦，你细做啦，毋是细做，我讲你听啦。到今仔日无讲袂用哩啊，为着这要掠这个国番沙多燕所以我才怎安尼假做一个江湖卖艺人。你敢知影？迄阮查某囝，迄毋是真正呢？迄是美男子，叫做如夹梁秋平化妆安尼。原来如此，我哪里才知？原来安尼，我叫你骗真济咯，唔爱怨叹啦。我若无甲你掠去见官听，就真济呢。你私藏国番啊，是一体当罪呢。哪有啥物证据？有啥物证据？好佳哉，好佳哉，讲无证据，哪有证据，你就真凄惨啊啦！民国来人啦！赶紧来将这班人甲掠起来！唔通动武哦。唔通用私刑哦，国家有国法咯。你来到阮这个所在，爱属于就是阮这个中原的国法呢。你是外邦的人，我有几分同情你，叫做自然去3分。是啦是啦，班主啊，大事已经过去啊，总是阮离开吧。班长，无遐尼简单就甲离开。你若要离开我这个戏班啦，需要讲你甲我比试，比试若赢，安全离开。假使若你平输呢？我这边若输你啊，随着恁的要求啦。安尼好，君主的这是君主的风度，大家伫咧比赛，迄毋是有啥物修完的哦。无错，你边算出来，我这边也算出来。我算一个。来，你要算什么人？我，天生啊，你出去甲伊拼，我哪法度？我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无别家之力。你多一步，你仙人吹掉啊！要你嘛是有一部观音得道，我想是用壁雕就可以啦。对啦，博士你嘛那个点2步互看者，人毋才知影讲实在有影真正的博士。好，情绪无偌好，雕这一个吧。我来领教你的绝技，这个就是我内面常用的啦，一手称2斤，2手2称4啦。要若讲你这稳固的撒起来摔一个，算那害了，拜好吧，我的各位。挑惊天
好势好势。哦，你讲伊啊，这个我不转，这都战而不回呢啊！我再一摆输赢，要我一摆啊？那要我一摆无你甲我免啦，我个选一个出来。哦，你这选，那内面甲看出来，天生啊，比较安尼哦，轻轻就甲胜利啊。原来讲我老和尚，那你老和尚出去哦，还佫较简单。你讲安尼实在无过分。七巧奇人出来，哦！哇，白话，先有做啊，救人又好，安那很对。嘿，老和尚，你即摆落来拼这个七巧奇人拼赢，你毋则真真正正三甲名满天下对？轰动万教，惊动武林。你讲安嘛是真有道理啦，啊，但是这要甲伊拼，伊要徛咧多到伊改变尔。老诶，咱两人来拼一个看卖咧。卖个名哩吼，我准赢你准输啦吼，啊我带你来面点啊吼，来去啉烧酒。别讲我，我一定得要甲你掠起来烧死啊！听我做啊，突然就哭啊！老和尚比了七足奇人，拍起单渡西外。这个时阵，天生灵机动。老和尚啊，这两三啦，哦，想到了，三才一气功呀！功夫实在有厉害。你拍死我内面的总管七巧奇人，你哪对？无死啦，这是安尼轻轻啊吼，下差不多1/3的气功尔，要若是口满啦，拢总去，就吹过分死呢啊，看对唔对？那有单加瑞，有单加瑞，我拜你做师傅，研究一步啦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收一下大地嘛袂歹哩咧。师傅笑我失败啊！我你讲，安主哦，哦是，我这人拢唔是你对手，实在恁中原的功夫哦，有影好盖世无敌。干哪你才知？尤其是你这个老和尚啊，功夫哦，抑阁是超水准啊！你讲安尼实在无过分。啊，但我你讲。你踮咧阮即个西迄个所在吼，好好做生意，啊收起安分，然后遐奸商啦、多烦啦、遐歹徒，特别是要遮大，你一定要甲伊拒绝。啊，伊若是用迄个暴力啊，你赶紧去见官厅，有听无？去兰州府报告啊，去总兵衙报告，马上将遮歹徒拢总甲伊检举起来，知无？好，是啦，多谢多谢。啊，阮定就会甲恁照顾，吼。啊，你若是有趁钱啊，吼，加减丢淡薄去，吼，贡献。做遐贫穷的人，安尼毋才是要做生意人。对，无错，多谢，来你咯，安排酒宴招待三甲，当这个朴素啦，吼，请入来。无来，稍等咧。我离开此地，赶紧来去找这个天狗龙，来去抓这个沙多燕，找回逆数。我秘条已经达到了，要大风阵啊了，大风阵，咱加一个手骨啦，也咱来想办法。啊，做这顿食咧，咱来想办法嘛。有理。阿爸啊，咱踮这个所在这个游动啊，唔对拄着这个喷火龙杀落哇，这个流裤拿出来行真危险无？啊，全工等嘛是要等流裤，对。啊，咱使目的就是要签灭这流裤，唔才会来到这外乡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咱师祖平西北老王爷就是死在喷火龙流裤之手啊！啊，你着要报仇？你相信我，我得要收治流裤真简单。阿宝啊，迄个喷火龙哦，甲这变火龙是无共呢。你甲变火龙争斗是单打独战呢。你三号气功胜也过啊，毋过喷火龙这是流裤啊，3000徛咧呢，啊！ 3000名流裤，搁3000匹的马匹，要杀落去到地哦！啊！
叶当官你若惊死转去啦！多点叶当官嘛，失足的志气，助他人的威风。咱师傅伊家己一个人，都敢亲近这个外乡沙漠啊哩。咱咧惊啥？莫讲啦，讲到咱师傅我都生鼻。是安怎你哪会生鼻？咱人来拉目屎哦，鼻若无生一个，目屎都滴袂出来。咱师傅叫量光风光去，拢无同我情。奇怪，也迄个独眼龙也拢无看了，迄冷心心啊，拢全咧消息风尘呢。哪想哪奇呢？到底独眼龙是创什么所在？凡是咱师傅叫独眼龙掠去，无可能啦！迄独眼龙上尊咱师傅啦，也嘛咧爱咱师傅啦，讲一个较坦白哩啦，迄爱甲偌深毋知影啦。啊，咱师傅咧爱无咧爱吼，我毋。哦，有人来哦！哈，原来就是迄个沙漠怪客，迄好人了，迄就是沙漠中的大好人，沙漠的土地。土地啊，地头神啊，爱拜爱拜，安尼咱的工课才会顺遂咧。哟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啦！哟，叶当归甲戆山，啊，恁定伫这个沙漠的所在，这个乱来乱去咧创啥戏啊？危险啦，危险啦！无啦，我讲你听啦，我讲你听啦。哦，我甲你讲。若是绿盒叫亮光风光去，我咧甲想，这个是逢凶化吉啦。因为绿盒做人有道德、仁慈，啊，佮忠孝节义、礼义廉耻，逐项拢做啊真条条啊。所以呢，一般在着这个所在这个活动的这牧民啊，大家当做绿盒善事啊，实在是一个真正慈祥的人。假使伊若是有啥物危险之际，啊，相信有人甲帮忙才着。啊，这恁大家也可以放心啦。嘿啦嘿啦，啊，个单代志就是讲，这个独眼龙哪会无看？哦，讲到独眼龙，这个话头就真长咯。是安那话头真长啊？独眼龙去互因师兄这个喷火龙杀戮我留裤之手，甲掠断去咯。掠断去到底是会死啊袂？会死袂死？这个讲起来三言三字讲袂了啦。伫迄个救命林的所在，有两个少年家，迄个都是独眼龙砍出来的细汉的。哦，伊也是想着要解救着因老大的，啊结局也是无能为力。喂，哎呦，你嘛较细声，你要惊死老汉啊！我问你，到底这个喷火龙杀戮我是安怎最近拢无出来？吼吼，我先甲你忠告，你假使若是要加绿盒，你就爱加互成。哦，要演都要演回真呐，唔通安尼大细声，人绿盒是安尼温柔相视啊。我是绿盒的徒弟阿霸王赵乾坤。我知了，我知了。我来问你，赶紧甲回答一下。哦，你算沙漠的先知啊？到底喷火龙伫位？哦，你看伫倒位？我要来甲走灭。你冷静冷静，来这个树骹的所在，啊，小甲评一下。我讲互你听。千军万马都无可能去掠这个喷火龙咯。沙漠之霸啊，向的少东军上强啊，死在着迄个流沙区。所以你一个人若讲要去破伊的巢穴，要掠喷火龙，这比登天有较困难啊。明讲一人敢死，万人不敢动，这种精神我是真敬佩你。你讲我听嘛？哦，会赢会输是我的代志嘛。好了好了，喷火龙杀戮我已经到冬天啊，因这流裤都拢总无出来咯。因流裤在行动的时阵，在这个8、9个月中间，抢抢夹夹咧，哦，也都赶紧倒转去着伊的巢穴，参着因的母囝去强渡这个冬季啊！啊，查啦也有囝，哎呀，明明贼主就是贼主。嘿，阿霸王啊，人咧讲。鸟鼠啊，后生囝愈传愈济，哦，也迄3000个若搁传落去，真食力呢。好了好了，啊话搁讲翻头来，你嘛无可能去掠咯。伊是点在魔镜山天雷国。魔镜山天雷国是啊，迄个魔镜山天雷国天然的地理，产生一种石，叫做水青石。金色色亮晶晶，太阳若是出来照对，
翻照着漫长的光芒啊！你若要去呢，去互迄个光芒射落到地，也呢哦，都安尼头昏目暗，也都会昏倒在地。而且在这个天雷高国口啊，伊只土匪拢埋伏伫的。假使若大军去，也照咧到地，两眼迷茫的时阵，对方乱战乱招，直直写直直点，也较加慢慢拢总全军覆没。哦，这个就是有一点的困难。所以我才伫咧讲，假使若是伫要破这个魔镜山天雷国啊，爱天时地利甲人和啊，都爱正六合，安尼来看有法度无？是安怎都爱正六合？啊，我敢袂使代替阮师傅是无？敢一定着阮师傅去落苦心？对，扫我怪去啊！那阮做人个徒弟啊，应该是爱替师傅来落苦啦，吼！啊，阮师傅吼，互伊安尼小可去好困一下嘛，无要紧啦。恁的精神啊，尊重这个师傅，这是应该。我讲互你听，因为六合都是得到人和。那六合的军兵啊，有够多啊！哈，阮师傅敢若一个人尔了。我讲互你听，数千名的牧民啊，都是拢总六合的军兵啊。南城的军兵也是六合可以使用，营城一路军六合也可以使用啦。哦，啊，总讲一句，都是要等候这个时机就对啦。什么时机？什么时机？也都是爱深冬的时阵，遐土匪拢总转去。哦，也恁安尼哦，偷偷入去这个魔镜山天雷国，入面啊做互伊好势。魔镜山天雷国伫倒位？你带来看觅哩。英哩，我先带你来去观看这个地势了后，我是甲你劝讲你毋通入去。你若入去发生代志，迄我都无甲你负责咯。无你的代志啦。安尼好，对遮来。出来的光芒啊！哦，你搁入去，你根本都面头前的代志都看袂清楚啊！哇，实好惊人，照你到底规个目睭拢起霜。我甲你讲，爱大风势的天气才会使入去哦。大风势，风势真大时阵，天大白云啊！也太阳光线已经被云淹没无反照的时阵，你就会当偷偷对着魔镜山经过。啊，等我特别来去游动咯，吼，较实哩吼。啊，我也先煞来去找六合，看到底去倒位，过时了。恁点啊等下？我单人自己入来倒。哎呀，阿爸王啊，危险啦，我看歹啦。讲啥？你惊死？哎呀，当官哦，上惊死的。毋是啦，善举无止互动啦，勇其心志互教。你要听讲，迄咱师傅听咧甲咱讲呢，毋是干那讲安尼靠气魄就会使了，有迄内面3、4千个，你家一个哪有效？点啦！用这个大风雪的天气入来，我若无抓这个喷火龙，碎尸万段，安尼毋是阿霸王咧。笑！龙三啊，咱都在等你。哎呀，土匪啊出来，咱才捡肉油啊哩。安尼啊。点啊等。六合，是。这个所在你唔通来，危险啦！赶紧走。早安啊！专工要来找你，要来抓这个喷火龙，碎尸万段。危险啦！赶紧走啦！早安啊！我代志无甲你切一个条底绝对明哩。六合，你来遐固执啦！我咧讲你拢无咧听。点去？听啥？你的技术拢现出来，呀！你甲我等来投案。这个就是第一条，第二条呢，爱赶紧将这个喷火龙留壳之手，解决单条，安尼你来将功补罪。啊，这个所在毋是讲话的地点啦，你都爱听我恳求，赶紧甲我离开啦！喂，我来呀！哦，六合你自找死路。哦，我了准什么人？
原来就是你这个国家的盗犯干兄巴巴羊，也甲你这个雷霆，无错无错。六合天堂路你阁唔走，地角无门偏偏进来啊！小混呐，打啊！肃清名流户挥剑六合，这个时阵的假六合，阿巴王这要使用三合气功对付。哪来哪去？这个时阵，独眼龙灵心心，看到伊阿霸王的威严，伊也甲伊并肩作战，打出万定威力。壁雕中等江湖，决心特要收治变色狐狸甲天狗龙，用这个大风雪，伊一步一步已经踏入这个沙漠了。这边面，天狗龙老早就安排更替的阵容，特要大杀壁雕。壁雕一步一步踏入到死亡的边缘。天狗龙，你已经布阵等待了吧？好，今日我必定一定甲你天狗龙一决生死，非你死，便我亡啦！